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福气来时间咯。我们伫台湾呢，是水果王国挺有名，有很多种无共样的水果，农民的技术也达好哦，种出来的品质是一定的好。不过真是品质好，就代表我们的水果卖得好吗？好像也无一定呢。拄到一个情形的时节，用慢办呢？有的农民朋友可能讲，我们同农会合作啦。有的朋友会讲我们干脆啦，这个来成立的品牌来卖水果就好诶。有很多种解决的方式。不过睇面农就有啲手指，佢都看到自家爸爸种出来品质quite好的lap牌咧，结果买唔到应当上推的价值佢都想讲无采，干脆啦，佢都自家来成立的品牌，听叔爸爸来卖佢嘅lap牌嚟哟。冇想到一段时间过去佢嘅成果还唔会差呢，有很多的银行来同佢哋办哟。而且样板做到的，过程之中又有样板的故事呢。我们夹夹来有请佢来同大家分享吧。马上来分享我们面农妹嘅君婷。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面农的君婷，我今负责的是288的主要负责的销售。哇，分享君婷来到节目地步哟。君婷，睇到唐东讲係面農嘅片嘛吼，你這個本身對些都睇都係面農嗎？我對高中以前攏是自面農去上體育學，過大學我就去外地讀書嘛，過大學我就現在係視覺傳達科系，家己主要學嘅就係有一些視覺傳達、視覺行銷，過還有一些行銷規劃，跟一些資訊、網絡資訊來做一個整合。感覺唐風咧學嘅軌道呢，唐風有講學嘅設計嘅嘛，都有畫圖嘅，又有講傳達行銷，嗰種係算乜嘅意思啊？如果講我哋用辦法同人家講我哋傳達講我哋要設計出來嘅東西嗎？是。我們主要就是從視覺傳達這上面做學習，那比較多的都是從視覺印象，就是你可以看到的任何東西，它都叫視覺傳達、傳播嘛。我用視覺，你眼睛看得到的東西跟你做溝通。對。嗰時候人可以說，我們這個畫幾個圖，我們用一個圖同人家講，我們一個圖裡邊係乜個意思，然後用想辦法同佢包裝，安尼做一個可能講販售啦，也係講故事這種方式。安尼幾厲害呢！嗰種人嘅工作應該也同樣嘅相同哦。我嘅工作較偏向網絡行銷，跟行銷企劃又係採我一方面嘅，有關係，唔過係採我一個面向嘅。有過程誒？有過程一些。安尼你自家做嘅工作上嘅網絡行銷用如何嘅吼？做一久啊？我喺百貨公司做了差不多7年的網絡行銷，過之後因為一些職涯規劃的因素，我又再轉過去其他的百貨公司裡邊做一個行銷企劃，就是從設計面轉職到行銷面，所以這兩方面我都有去做接洽。我聽安尼講啊，都聽你講，安尼講佢講青島更加後面都想買東西更方便嘛，還有青島的發通，係唔係嗰種發通都從這個頭先講嘅工作經驗差唔多，都講我哋嚟設計咧發通嚟推動我哋根本要買可能東西啦，還要講促銷安尼，我哋用辦去想到一種發通。發通主要係公司方會有例行性的一些檔期規劃。那除了這些檔期規劃以外，我們就會設計一些小活動去做所謂的銷售。那這些活動的主要重點就是把我們跟顧客、公司跟顧客做一個連結，讓他們對我們的品牌有認知，或者是對我們的故事有了解，進而推動他們的購買力。對。那網絡購物的部分，因為我在網絡行銷的7年裡面也略有涉獵，所以說我們在一般的銷售上面就會碰到一些顧客面向比較不同的地方。所以就從我幾時個節賣嘅幾時個北海道賣嘅啥呀？生鮮夠有名啦，所以講我哋公司好熱烈。北海道的鮭魚，但係泰一米差唔多按泰一米。結果我哋按泰一米賣799元，其實幾俗呢。799元，我買到按泰一米嘅嘢咯。係啊，結果我哋寄出去以後，顧客嗰個一陣嘢回饋，跟我哋講嘅，我感覺也做唔得，我想講品質有問題嗎？還是用誒一個冇鮭魚亂幾地杯，人家嘅銷售不實。同講一張嘢買咗之後，一張嘢過後同講，人哋嘅地杯冇亂。嘿，其實亂嘅價錢有
高过那个鲑鱼嘛，所以其实你这样问，我们其实是有疑惑的啦。哦，对，冇同伊讲，佢人哋买鱼嘅吼，我买2隻怎么有乱啊？冇見到係飛機個貴哦。人哋買用迄魚嘅呀，當個又冇寫講魚亂，怎麼？這是人下嘅想法，佢冇共用嘅。除了一個案例之外，人應該拄到還有個特別嘅冇。嘛喺上頭買北海道的生鮮產品，可能就有買過嘅帝王蟹直送，生鮮直送，其實個過年嘛，他加上圍爐聚餐，可能就買嗰種生鮮帝王蟹，佢有一個創造一個話題嘛，因為個少年會買到吃隻活體直送的東西，結果送過去差不多過年前2個禮拜送到，結果過年的時候打電話出來客訴講的，伊啊帝王蟹死hết的。我送過伊2個禮拜，也係菜其中一個話題，菜我伊個伊就打過來問我講誒，我帝王蟹送過來，我有熟伊啊，唔搞我有熟好嘛？還有我也個問題哦，就是客人的面向是百百種的，對，所以我們也是在這個期間，我也學習了怎麼跟顧客做應對。其實你能負責的本來想講我來創造一個話題啦，吼來買東西，結果冇想到呢，還會想到買係之後，還會迅速來處理一個顧客回饋反應啊，嗰度。不過你這個對一個工作有興趣又有熱忱，睇地方又有經驗嘅，用辦會想到這個會不會再來轉換一個跑道講來迅速爸爸來買人這個地方嘅喇叭咧，買這個農產品咧。爸爸就是簡稱李爸，我們李爸芭樂的主要的生產者李爸。阿姨退休以後就冇事情做嘛，阿姨這個站嘛好是喇叭嘞，個種出來喇叭嘞要送俾鄰舍啊、親戚朋友啊，結果鄰舍親戚朋友識過以後，讚不絕口。對，爸爸的信心就大增嘛。如果拄好你卡有2份體內。一個空內冇特別種乜嘅作物，伊就想講，咁我來種伊個喇叭咧，過來就開始種了以後，一開始當然冇料想到，它芭樂的結果是非常快的。它天氣，比如說夏天，它一次收成可以到1-2千斤。哇！你那個銷售真的是你來不及賣。如果是你以小農的販售管道的話，你最多就只能賣給紅客、台盤、台賣那種。結果爸爸去買的時候，明明老闆喇叭的價錢唔會差，結果伊直接拿出去，價錢就對半砍以外還更低一點。你啊東西按好，價錢賣嘅，俺們不然想講，係咪俺們這家不懂市場的行情，所以俺們就相同台賣紅客，俺們叫，嗰個叫的差不多半年到1年。結果有一擺爸爸去叫的時候，伊同我講一個故事。伊講喺我去叫的時候，俺喇叭咧叫出去，他家相同排隊一個叫，做乜我喇叭咧空喺一隔壁。我講喺免種嘅唔好，還是佢家私唔好。伊講嘿，唔同我相嘅相同。結果佢紅客嘅小姐推講嘅，因為李先生人家喇叭咧好特別強，然後要出口嘅，然後買個國外去嘅，所以人家個品種唔叫一條，唔先空隔壁。要干條價叫國外去的啦，就是它等於是 A 級貨的概念。個我就想講咧，咁你啊水準有到 A 級貨，做乜俺能做唔得到我們應該有的過好的價值，過好價值，過好的回饋。加上爸爸種喇叭咧，伊嘛係憑着良心在種啦。老實說，俺能唔用除臭機。公俺們全部都是每一批的芭樂都是農藥零檢出，所以俺們對俺們喇叭咧個有信心啊，因為係俺們自家識的嘛，俺們啷個賣出去，俺們有亞水準，有亞技術，過俺又有行銷銷售的背景，俺又做在做視覺設計，咁俺做嘛唔自家來做呢，反正唔管好唔好，俺先來試看啊，結果俺們就開始了嘛。爸爸一開始嘛係講誒，安尼做，可能做唔起來，因為在一般農民的觀念裡面，我就是負責生產，銷售端都不是我的事情，我也
不敢跟顾客沟通。最明眼要跟伊沟通咯，我就跟伊讲诶，唔怕，赢货全部得本啊，我就会赢太卖，唔得本啊。这个从爸爸来讲，赢身上咧，赢全部都赢来卖。得本啊，我来卖。个爸爸人想讲诶，好咩？反正温存冇赔咩。本人吃惯了先，反正也用有收入嘛，吼，用成本来买本自家摸也好啦。对，我就得也货来卖，结果做了1年2年，真是做出成绩成果诶。爸爸人看到我的真的努力啦，这个是有回馈的，伊能同我抢下做呀品牌。哦，按冇想到，爸爸原本唔係钢铁人家。嘿，爸爸唔係佢係因為退休誒，想講啊，這個也好是拿牌咧，都來吃總可能是冇想到，伊總係有一個人講天分，伊總係按好生產出來拿牌咧，結果係 A 級或可以去外銷嘅，冇想到去尋個農會嘅也喺度講，人可以生產咧按好，可以共用來賣俾公安去冇。農會有吃過，不過嘛係回應到我剛剛講的，爸爸個性較保守。因為農會家私，你就係要看農會也擺出去嘅貨，哪怕你價錢一刀錢，伊冇一天的啦。有啲是個幾好，有啲是個冇一天就冇按好，所以爸爸伊還是會講啊。按你來講，就算係買本農會嘅人，呢品質幾好，不過還係決定講看市場嘅家私，個樣係大。假使講我買出去，講我人哋貨又幾多，品質幾好，不過佢家私大都係大，無法度好進一步本嘅家私更好嘛，係咪安尼？嘿，你發覺呢，也想去搶講哦，這個歸來當初對前一個工作，我來聽說爸爸買呀個拿牌的之前啊，喺工作講，我來辭下來去，然後歸來來做全新來做一個品牌，也係講還有做其他的工作，一個品牌呢算半兼職的方式來進行啊。我其實嘅網絡唔係網絡行銷，就是行銷企劃工作閒節做。不過我就同時跟爸爸買呀個拿牌咧，因為買拿牌咧，我哋主要一開始係做市集啦，所以講跟我主要工作冇影響。都好我主要工作嘅行銷企劃經驗，又帶到賣禮爸爸了，都好相輔相成。觀眾朋友。當日捲田的分享啊，真是本來有新的想法呢。原來啊，這個做品牌啊，還可以用一個方式咯。平時有限的時間來天天來做，天天來一步一步將一個品牌成立好來。不過品牌成立好來，真是有咁簡單哈。底背就是個有用版的故事呢。大家試比賽休息一下，繼續同大家分享哦。我們到底做一個品牌冇簡單，每個品牌呢都有自己的精神同價值的。你捲田今年呢，哪怕呢做一個品牌價值有幾大呢？捲田，你自己做一個品牌，你自己有冇個品牌的價值冇？你喺做一個品牌之前，你有做過乜個研究啦，也係準備嗎？做過一品牌之前，我其實老實講，我冇乜個特別的經驗，做品牌的經驗。所以講咧，我接觸爸爸拿牌嚟過來以後，我就想講，最重要就是我想講，你要賣出去，你要賣到好價值。所以講咧，妹妹就揀幾時嘅爸爸種嘅拿牌嚟，我都好奪下來賣嘛，奪伊阿婆來賣，也就拿出去講，送 SGS 的那個檢驗。那你有那個數據以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所謂的數據化的東西拿出來，我們的確就是農藥零檢出，我們就係冇用除臭劑，放心食。過我就再去做嘛，因為我們就去看市場的家私，過去百貨公司的家私，相同的東西，人家價錢就係兩段咯，高端價位跟一般市場上的蔬果價位就真是冇相同。你就會聽人家拿牌的價值起來嘅。過我們再來做銷售的動作，這樣我們的精準度就會比較高。就唔可以講，我原本按好拿牌的結果，我自己買嘅家私太大啦，又係講，對銀行嘅了解唔拿牌買到嘅冇相同嘅客群都買唔完嘅意思嘛吼。
安尼今天谈好了呀，咱这个品牌的精神也假使标榜的其实都讲，咱产品係无农药零检出的部分嘛，本大家可以知道，好的一个农产品，就是咱最重要的精神，係咪安尼啊？错。哦，咱这个提做一个品牌 push， 头我有谈到讲，除了你自家之外，还有妹妹提天数，规家人的提天数一个品牌吗？主要就是我爸爸种嘛，负责生产，个我做网络销售，个我最小的妹妹就负责闽南高雄地区的在地的食物销售。安尼，我们三个人来做合作。哇，分工啊几好呢！妹妹喺当初在成立品牌时节，帮佢讲，我们抢下来，还喺佢讲佢看到佢做的这个上度跳下来。应该係伊嘛係天數爸爸，因為今我的品牌經營起來，爸爸嘛認可我了，所以說爸爸有把主導權拿回去啦，那我們就是輔助他。那有的時候老人家他負責生產，然後他又要做銷售，的確是沒有辦法一心二用，也沒辦法那麼樣的方便，所以就是妹妹就是幫他做食物銷售的部分。孫生係天數也通啦吼。不過講到爸爸，頭有講到爸爸有失敗把嘅主導權拿回去嘛。不過睇下之前共用係捲錢同爸爸買團嘅，喇叭的部分去處理嘛。不過真是買團的爸爸都唔會冇辦佢發過門嘅嚇。爸爸其實也還是默默的在關心，用辦去關心嘛。因為就是剛剛會做一些網絡活動，其實我們在跑市場或者是說網絡活動的時候，我會先定義我今天的重點是在於吸客，還是做銷售？對，這是兩個不一樣的兩個不一樣的重點。那如果我今天琢磨在吸客、吸引顧客群，我就不會在意我的價格，因為你一定是賠錢。但是如果我今天重點在於銷售，那我的力道又不一樣了。那最大的直接點就在於，我如果是做吸客的動作，因為你就是賠錢賣嘛，很直接。爸爸的意見就會比較多，他就會用人講，也就會講安尼又好哈，唔好吧，又撩錢又用誒，反正就是一句話，買團呢，唔是講安導，做，所以我會一邊做活動，不厭其煩的跟他分享我在做品牌的概念。那爸爸一開始也是有糖泥還是冇糖泥，就安尼一片泥一片出，反正就講伊會講誒，安尼嗰壓米料呀事情吵死呢。係哦，吵誒當然太上，總得趕緊甲爸爸做生意。結果到最尾，我記得有一個經驗，我同主持人分享，就係講誒，爸爸每擺愛推廣一條事情，他都是站在那個反對方的立場。結果有一班愛看伊一路卡跟伊朋友一個泡茶，結果伊跟伊朋友講愛甲伊講過的品牌價值。用辦去人哋品牌價值喺點呢？人哋用辦去操作去做一個品牌，爸爸同其他朋友安尼分享哦。伊跟伊經驗分享俾伊朋友。真是鬼像人哋一般的認識的爸爸呢吼。不過真是你可以同佢分享啊，講人哋做一個發通的時間，本人還是雖然講人哋係了錢啊，失敗了，無太了啦吼。人哋係同送東西送人哋的農產品，本親戚朋友是共用啊，做冇人哋送親戚朋友冇數錢啊，用共用的意思啦，應該可以按嚟同佢講吧。所以後尾咪就能夠支持啦，支持我們做所謂的吸客活動，他就能夠比較了解。係啊，按嚟捲田，按嚟行銷嚟講，係有名錄啊，頭都有談到有做市集嘛吼。你這個對名錄同市集嚟講嘅經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冇？那你感覺有印象過怎麼？也係講對名錄較好呢，也係做市集嘅銷售較好啊？其實我以前的工作係對名錄跟人客帶到實體店鋪。我已經做禮拜八了，反而是反向思考。我先走入實體市集，我去跟顧客做接觸。那等到建立了我們品牌，他對我們品牌的認同度，以及對我們品牌的黏着度，就是他喜歡吃我們的芭樂啦。老實說，他吃完我們的芭樂，不會再願意去外面買其他的芭樂產品。那我的價值就建立起來了。你先想到佢，真係幫佢黏到誒。佢就會規律買，伊就會來網絡上買，人嗰度人客攏係安尼。那你的市集有做過哪一檔嘅市集，幫印象過怎麼？最嚴到哪啊？
水烟应该水烟就都家呢，啊天白照就迄一家呢。怎么给我先都家呢？啊，因为我迄个一家呢。哦，照也司机迄个朋友带阮爱唱卡，因为这家本身有一个做一个小品牌。还讲市集，这个市集是第一次跑的市集，叫草草市集，在嘉义县那个戏剧中心、文化中心吧。哦，对，它算是一个跟软剧团合作比较大型的艺文活动，然后搭配市集，所以它的顾客年轻层是非常不一样的。它不是一般的民众，它是可能是对艺文活动会有兴趣啊，或者是对艺文会有比较想要了解。那同时去逛逛市集，所以老实说，他们的顾客群我自己定义为会比较文青一点，对，是年轻客群哦。我怕我的芭乐卖不动，他就只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走就错过啊，上岸多，啊想讲最恶嘛就安尼个，好啦就去啦，安尼就去个，结果去俺今日市集迄11点开始卖。”所以10点到11点也拢喺准备时间，结果我11点05分，我就全部卖枪诶，我买嘅差不多300斤嘅喇叭咧。哇，我喊想讲，今天讲买安夹，迄面准备嘅量过时候一两篮，马上就买下来，马上都300斤。300斤。哦，你除了有体白嘅经验本影响过层之外，有像其他像之前在做名路百货公司做名路营销嘅，有拄到过。挑剔的人客啦，也係講本影響過什麼人客嘛？一開始就接觸俺們也市集攤位的那個客人，他沒有辦法理解我們的芭樂的價值在哪裡。那我就永遠只有一句話：唔怕很顯示，吃的不是買唔怕，吃的不是錢，吃不用錢。基本上吃第一口以後，他就會知道你品牌的價值在哪裡。你的芭樂鮮果真的是 A 貨，就是 A 等級的，非常好的商品。对，那个多汁甘甜度真的不一样。所以通常他吃完我就不用再介紹了，是他要來問我。哦，對。啊，有的人還會唔會有那種講，聽我試咧兩三個之後佢還唔會買嘅，有那種嗎？嘛係有啊，因為會感覺也係加價夠貴。啊，不過其實以我跑市集的經驗啦，基本上有試吃過的都會買。啊，最可愛的就是有的是小朋友有冇？有的招過來，因為俺們作風攏會有擺試吃嘛。是一個是涼的，結果剛才規盤的攏是槍的。啊，是槍的，俺會講唔怕，因為俺有準備嘛。伊就招迄個，俺想講差不多就比是迄個，就感覺哦，那些小朋友攏安可愛喏，安好是俺的喇叭嘞。結果伊是迄個就招規，我拿錢來講誒，阿姨俺是迄個，俺下20歲，俺拿錢歸來囤買，所以他不是吃免費的，他只是覺得我現場有試吃，是他可以吃的。那等到他把我的試吃吃完以後，他才發現哦，是不是可以用錢買，我才可以繼續吃？對。哇，安尼幾好啊，算挺有教養的聲音咧，唔係講係適合的都做嘅。係啊，可能佢行貴唔係拿錢咯，有啲可能會綁頓佢爸爸媽媽來講，我要買，有嘅時間可能會買更多，係咪啊？係啊，所以我哋市集嘛係有幾多人客會講誒，歸來做把它，因為我們是固定跑市集，它有活動，所以說我們很多客人他變成回流客，一年只有100，像草草市集就會1年100，你就會。變成嗰種昆羅朋友歸來，他跟你聊天，然後買個芭樂啊。平常時他們都是在網絡上做購買。觀眾朋友，唔該，對人客變做朋友，係咪感受到親溫暖呢？等一下還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就是佢吧，真是一個幾神奇的經驗吼！啊，頭到聽嘅君婷嘅分享，除了安尼，佢應該還有做過其他更神奇嘅事蹟吧？繼續來請教佢吧。君婷，安尼做過按度嘅事蹟啦，像頭到分享嘅之外，還有本影響過什麼冇？俺哋一開始做司機係自家報名嘛，到後尾面係人家都邀請俺哋去報名。厲害喲！有做出成績嘅，人司機攤位有看到嘅，伊就來邀請俺哋，俺哋蠻貴歡喜啊！哦，俺哋原來有
达到你心中的品牌价值。你认同哎？没错，所以我们其实给好马黑会有一些特别的经验，做得跟大家讲一下。就像讲的，我们其实个公司其实除了我们摆摊以外，各道特色的摊主都在里面啦。其实我们嘛自家个上去撮看下来，看下有嘛东西好卖。结果摊位一间，就像讲呢，咱做大样咯，就做一个良心摊位。就跟家私下上去，这间你就就去讲假嘢咧，结果第一摆看到有个单位讲唔孤单，叫这个走去老了的。结果几落人想讲可能就唔对穿到无，无马上呢，唔怕啦无一刀钱啦，就讲好了安尼。结果几落老派的真是卖枪的哦，还就存到挨个钱，不用一作风，马莫你拿走。钱通啊咸菜，老派的无诶。真是迄良心摊位呢。无上多呢吼，原本讲，老派的无诶，钱通诶，也无诶，结果还有哦咸菜。这时间这摆吼有赚到钱吗？有赚到。我还好，佢想讲钱通啊咸菜，第八村400元啊，100个元啊，你都办唔落去哦。其实我两个人摊位卖老派的咧，其实几方的请人咧，拢喺老年客。老年客按要请到人，品牌巴拉里巴巴乐有一个 logo 嘛，就会爱做嘅嘛，大家拢会看嘅 logo 来请。结果有一班爱去摆市集，真是嘅 logo 爱就冇带到，铁杆呢，乱惨，结果东西冇带到。好啊，安尼用嘛，大家都请唔到诶。真是请唔到，伊卖茶，银行卖茶价。伊讲俺冇看到，怕冇来摆哦，俺卖菜我价，俺讲俺自己变呢。非洲上来讲，人家做司机的经验吼，皮用的轨道吼，老年客，人讲的铁粉啊吼，可能真是每一摆都叫的司机去请的呢。几乎都会，我只要有在固定的点出摊，他们就会回来找我。不管烟呢，也系群呢，都会去请的。对，有最远的客人有从香港来的。香港哦。对，从香港来。对，因为他就是固定会参加那个市集活动啦。对，然后我刚好每一年都会跟着去摆摊，然后他就会回头来找我，因为其实水果啦，派咧也就在台湾看迄个个小家私的水果，其实一国外拢大蛮贵。真是的，人家台湾平时的水果轨道，人可能是水果是个模像都太贵啦，人平常习惯的水果亲手看到，无都请唔到，无都贵。真是的，人生长在台湾吼，挺幸福的吼。你发除了一个铁粉，这个刚说到讲，就是个吧，每个司机都有这个目标的特色嘛吼，不用讲想去老了，不用学这个老派的去老了的，有不用过感动的司机不？俺们平常有这位司机，拢是俺们非常喜欢的啦，非常会自己平常就算我不摆摊也会参与的市集活动。但我最感动的是，我们回高雄美浓家乡摆市集，有一种归属感，就过感动唔知你有讲哦，爸爸嘛过欢喜啊，因为过到这个路卡，可能在买东西的时间，糖多合法，同人家交流的也用合法，都想讲有一种因素过到路卡的感觉，系咪呢？这时间应该大家全部嘅销售也规好吧吼，喺平常是关系的，都讲等一下这鸦片唔顺嘅。送一朵蓝豆，俺能路卡都好就系安尼，真是哦。就是我买就讲我买个朵，我也冇按到风，唔去俺路卡买，好冇过群呢。可能都会隔壁连啥都认识的嘛吼。哇，你讲好多种的，就会司机按到，其实种的喇叭的，都係有种一朵种喇叭的，咁係啲嘅喇叭有几多种呢？俺最主要卖最多的喇叭的係珍珠粗皮珍珠，然后先讲一下我们目前芭乐的品种，我们有帝王芭乐、粗皮珍珠、红心芭乐，对，有这3个主要销售的。那产量最多的就是粗皮珍珠，那因为虽然芭乐1年4季都可以产，但是它的销售应该说它的病虫害是最少，收果率是最高的，所以我们卖最多的是它。但是顾客回响最好的其实是帝王芭乐跟红心芭乐。用白讲？帝王芭乐就系以阳爱性洋洋，
它的表皮是凹凸不平的，所以它吃起来它是非常的甘甜，它是吃完会回甘，酸甜回甘的那种，然后又多汁嘛，然后脆度也很够，然后皮的厚度。那个肉的厚度是非常厚的，所以就变成说你果实其实没那么多。然后粗皮珍珠它就是珍珠芭乐特性就是甜嘛。那粗皮珍珠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就是它跟帝王芭乐做嫁接，所产生的一个品种。所以说它保有帝王芭乐的一个特性，它的肉够厚，然后果实也够大。那珍珠的特性就是够甜嘛。所以相对的，它就是果实够大颗又够甜，那它的产量也相对稳定啦，因为它的病虫害也相对比较少一点。那红心芭乐的话，因为它多了一个所谓的花青素，那有一些妹妹或者是女生，她就会觉得这样可以抗氧化，除了维他命 C 外，我还可以抗氧化，她就会特别选。那再加上因为红心芭乐在市场上真的能见度比较没那么高，大家也会因为它的特色去买。那红心芭乐，那讲一下3个芭乐在挑选时候的一个特色重点。好啊，米班吼，看到人家去买喇叭的时候，真是对我来讲啦，看到人有的人讲我先给头，底头迄尖尖重重的，有的讲看给师傅，其实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去分，米班都拿的时候都凭运气，要给个重，看我来讲皮讲，好多要给有时间贵些时间，可能都从第四个。薄荷芎药无乜嘅味道，唔会甜，係啊，都台湾用来拌，我摆到云点。最主要是色泽，你的色泽要有一点偏黄偏绿，那就代表它的色泽，就代表它的熟果度，它的熟果度大概到了几成。那一般我们顾客在吃最好吃，如果你要吃脆甜的话，那如果你要吃特别软，我就不敢讲了。脆甜的话，大概是到7到8分成熟，那你交给顾客是最好吃的状态，然后也大概可以放大概1周左右是没有问题的，保持它的脆度。那你像主持人刚刚有讲到说，我那个芭乐特别的没味道，那可能就是在比如说我们从小农采收完，是不是要缴？我刚刚前面讲到缴行口、缴大盘的时候，那你再缴给行口，然后再转到给市场去批发，然后到销售顾客端，这是一个很长的环节了。我不可能采7、8分熟的芭乐去给你，因为我到顾客端，它已经可能变10分全熟、超熟，对，超软的芭乐，所以他们一定大概都是在4、5分的时候就采了。那你芭乐的熟果每一个水果都一样，你熟果度没有那么好，那你的甜度就没有进去，所以即便它到后面到市场顾客端，它已经变成7、8分熟了，可是你吃起来还是不会甜。那有的我们就会用外形去分嘛，对。那除了颜色以外，我们还会再看，有主持人刚刚讲到那个蒂头的问题，其实那是因为品种的关系啦，最主要跟蒂头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像帝王芭乐它就是比较圆，然后表皮比较凹凸不一的。那珍珠芭乐它因为接了珍珠跟帝王芭乐的一些特性去做嫁接，所以它的果实通常会比较就是比较像葫芦那样，搁重一些，搁重一些安尼，所以唔免讲诶，搁重就模式，唔免以品种的关系。主要看你会不会14分米啦，因为你哪怕咧人工的最甜是来是14分米，给糊嘅，给14分米还有嘛？有的是给黑伊啊，给14分个。你有讲哎，它的孔径比较大的时候，你就得捏一下，捏一下，它已经深度是很软，你可以按得进去，高压的它的一个熟度就非常高了，可能就是比较偏软的。对，你可以看它的屁股的那个头去做判断，然后它的表皮还有它的凹凸。对，安尼好讲落嘅，米摆吼，都看到一定要先酱的啦，再成个酱的哦，先都给强的，结果都唔会太。因为讲，头都原点讲诶，太轻了，对，太涩了。对啊，色风咧真是无毛个哪怕来面是有诶吼，个涩无。我想讲我，然后用埋去用盐来卤呢，也系用埋个面每分那个掉了是哦。采熟度的关系。多只原点也更加好多诶。你除了能这个更加做一个哪怕的吼，用生果的方式吧，一年四季不论品种来讲，一年四季拢有嘛。
一年四季都有，尤其夏季，因为天气热，产量又更多。那其实芭乐最好吃的就是在秋冬，就是大概是9月、10月，一直到隔年的4月，这个期间吃的芭乐，不要说我们家，应该是每一家都很好吃，多数都很好吃。都好吃。嘿，冬季的时间，冬时，嘿，冬时节的时间。啊，恁更加喺做油椒司机，啊，最主要还係講明如風訂單嘛，吼，啊，人哋攏提供野餐嘅疫情嘅影響啦，對恁自家來講有受到乜嘅影響嗎？因為我們本身就係有司機活動，我們再去做，啊，喺冇我們平常時嘛，喺幾網路方面賣嘛，所以其實對我們的影響真的不是那麼大，但是不能跑市集，這就會影響我們有新客，我們去接觸新客的機會。所以講咧，也就會對老人客冇影響啦，伊也買還是講咧回饋，還是剛剛溝通都冇問題。像講新人客，我們請到，所以講我們經濟特別有一個寄賣點。啊，希望借由實體店鋪的寄售，去吸引更多的網絡顧客回來購買。對。嗰度我尋到有個資訊，佢用上面去到唔嘅也可以尋得到相關的資訊啦。原來安尼，觀眾朋友，今日呢卷安尼分享，大家對一個喇叭的係沒有真實進一步了解呢？唔該，頭先眼長提講，原來咧喇叭的有3種，用板來選。咱唔會選到公司都唔會甜的哦。係啊，大家會記得到，其實啦，不論哪一種農產品啊，佢都有自家嘅用心，農民朋友用心喺地方，希望大家好好嚟珍惜人哋台灣嘅農產品哦。今日再一次感謝君婷，你帶來安精彩、安溫暖嘅故事，感謝本來夠感動咧。係啊，再一次感謝我。謝謝主持人，謝謝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的台灣在地的農產品跟小農。